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 K。近排有個時事啦，就話有一個年薪300萬嘅港女就俾咗7萬蚊去揾個配偶。咁呢個港女其實都大概40歲啦。呢個嘅配偶公司就揾咗18個男，但係全部18個都唔符合佢嘅資格，所以就去消委會投訴嘅。咁呢個案件有同大家去評論下啦。其實對於你嘅交友行業同埋相親行業，雖然係有啲分別，但係其實亦都有好多雷同嘅地方。喺一個學相親業呢個研究嚟講其實都非常之多。就同大家講下啦，點解一件事會搞到咁大單呢？就呢個電台就問翻呢一個嘅媒人，到底點解呢件事？咁呢個媒人就話可能依家嘅港男不想揾老婆啊，或者呢個女人眼角太高啦，咁啲女人需要教育下。我覺得其實呢啲事講真，只係掩蓋咗呢一個相親行業一啲背後嘅一啲嘅套路，旁敲側擊嘅一啲嘅講法嘅啫，其實都唔係話太過關事。好啦，咁先講一個我估計嘅套路先啦。呢個女會員好明顯就係上咗佢間公司啦，又睇咗一啲嘅會員資料，覺得原來我都仲有咁多選擇嘅。咁樣，而且呢啲喺會員名單入邊好多都符合我自己嘅條件喎。咁樣就簽咗一個7萬蚊嘅單啦。咁問題就在於啦，簽咗之後，呢間公司就可能去揾呢啲嘅男會員啦，又問下佢有冇意欲去見一個女會員啦。因為始終呢一個亦都係雙向方面嘅嘢，唔係話個女人想去約呢個男，個男就想去即刻就同佢即刻見面，其實唔一定嘅。咁當然你可以間相親公司話可能同個男嘅去分錢啦嚇，呢一個會員費入邊你又俾翻幾多成你咁樣同呢個女人去食餐飯，都有啲咁嘅套路嘅。但問題就在於嗰啲男嘅可能都唔係話太自在，要同呢個女嘅去見面，分鐘你俾翻2-3千蚊，但係要同咁嘅女嘅見面可能佢哋就冇咁嘅意欲啦。所以最後18個男嘅全部都會下文。但亦有一種情況就係話啲會唔會根本就係吹水呢？呢啲咁嘅會員名單，你冇乜可能想到話見到咁多嘅名單咁符合資料，但係竟然係最後約唔到出嚟。咁好有機會呢啲咁嘅名單亦都好有水分。咁呢啲亦都係相親學界一啲嘅套路嚟嘅。當然啦，約咗揾咗18個推薦嘅，全部都冇符合佢嘅條件，因為真真正正要攞出嚟其實係啲女人都睇得到嘅，喺咁有見識層面上面，喺去到年薪300萬，其實可能幾句話已經睇得穿呢啲男人到底係咪真係真材實料，係咪真係有咁嘅家底呢？所以其實即使呢間相親公司佢都知道，其實呢啲係好難呃到條女。如果呃到條女嘅話，分鐘又係去告佢。咁其實嗰個事情其實最後個結果都係一樣嘅啫。第二個就係話女人確實係喺相親界係真係容易俾錢好多嘅。大家以為男人係好容易俾錢，但係其實唔係。大家如果你去一啲相親公司，啲女老闆嚟講都知道話俾你聽，80%以上嘅其實都係女會員。男人反而其實去到呢個年紀，其實都根本就唔驚，40-50歲都好。分鐘好似佢話齋，其實想去北上揾一個老婆，可能比佢年輕啲嘅。當然你話要年輕到話50搭20幾咁，講真呢啲係有啲難度，亦都有啲功力嘅。但係如果你話要50幾歲揾翻個40幾歲嘅，咁都大有人在。或者你40幾歲要揾一個30歲左右嘅，都係 OK 嘅。咁問題就在於呢個女人即使係容易俾錢，但係行政上處理係非常之難嘅。因為首先啦，就係女人唔會話揾一個比佢差嘅男人。去到相親市場，如果女人要300萬年薪，我覺得基本上要相約先得，或者當然係更加好過去嘅400-500萬或者1000萬年薪嘅。但係又調翻轉啦，呢啲1000萬年薪嘅男人大部分都已經係結晒婚、生晒仔，或者可能佢要揾個後生啲嘅，揾個22、廿幾歲啦，可以幫佢傳宗接代嘅，至少有個仔。咁樣點會揾你呢啲40幾歲嘅女人呢？其實理論上真係非常之難。咁最多同你食餐飯，大家同嗰間咁嘅相親公司分賬咗就算啦。但係佢哋即使分賬，其實都唔係太介意啲錢。我食餐飯咁，不如要好似面試咁樣又唔自在。其實揾得咁多錢嘅男人
何必要為咗成千幾二千蚊去食餐飯？為咗呢啲咁嘅錢去食餐飯嘅，通常都係啲老吹話自己好有錢嘅男人嘅啫。好啦，咁第三就係呢啲行業嘅，其實即係一直都係式微緊㗎啦。即使我哋喺小紅書上邊啦，其實有好多嘅律師都同你講，喂，相親呢啲其實即係佢哋嘅套路簽合約，要小心啲，或者根本就有官司可以打嘅。最後我可能約會公司同嗰個人最後達成協議，但係其實好有可能咧都係以人頭費計，咁可能會計翻啦。假設佢俾7萬，然後可能退翻3萬俾你，即係最後好多嘅公司都係咁樣做，咁佢咪賺你4萬咯。但係其實講真嚟講，你最後嗰間公司嘅名譽一定係會損失嘅。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套路，我覺得喺一間相親公司嚟講，即係都好難玩得耐。咁同埋呢啲口碑嘅嘢呢，其實即係疊加上去嘅。即係一單咁嘅唱衰咗，你第二單會唔會即係都係咁樣呢？其實講真啦，其實如果歸根究底嚟講呢，其實呢一個40歲左右嘅女人應唔應該簽單呢？其實即係好有可能佢即刻俾到錢你。但係最後佢係毀壞式咁樣去破你間公司嘅，就好似俾7萬蚊，300萬年薪俾7萬，以為你覺得好少，間相親公司覺得俾少少啲啫。但係問題就在於佢7萬蚊其實諗住係至少叫做有希望嘅對象，即係喺呢個咁多人之中，但係你又冇辦法完全即係兌現到佢嘅夢想，所以呢，佢就係毀壞式咁去破壞你間公司。咁其實個結果好多相親公司最後嘅套路都一樣，最後嘅結果都一樣，就係俾啲女性客戶呢去破壞。咁呢啲當然啦，自己純屬嘅一啲嘅分析嚟嘅啫，就即係覺得我哋呢啲事可以評論下，咁大家呢，令到呢啲嘅相親嘅模式呢，即係更加之了解下咁啊行業入邊嘅一啲嘅信息。好啊，我哋下集可能再同大家講下到底佢話啦嚇後邊背後嘅原因。有人話女人係咪應該北上揾啲男人呢？咁又我覺得可以同大家分析下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。